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是聊各地盲目招商。这两天这个新能源汽车再次上热搜，铺天盖地是因为什么？4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一档节目，叫招商还是招商？前面这个招商就是正常的招商，后面招商那个商是伤害的伤。你是去招商还是招来伤害？就这意思。为什么地方政府奔着招商去的，结果招来的却是伤害？央视焦点访谈它曝光，主要说的是哪吒汽车3年亏损183亿元，多地国资投资难追回。这个你看，既说了新能源汽车，又说了各地招商。央视的焦点访谈，大家自己去网上看一看，如果想看不想看，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久前说，央视记者来到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一个占地600余亩的汽车制造工厂，曾经承载着当地打造汽车产业的梦想，现在却只剩下空荡荡的工厂和落灰的生产线。合众新能源公司是新能源汽车品牌哪吒的母公司，曾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上闪亮的明星。这座2021年才投产的智慧工厂，曾是宜春市招商引资的重要成果。哪吒汽车大家都知道吧，曾经非常出名。我记得周鸿祎应该是投过哪吒汽车的，完了之后他不是做自媒体吗？他给哪吒汽车还做了很多这个宣传，我有印象，要不然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哪吒汽车。那么这个焦点访谈就采访了江西宜春市经开区招商服务局的局长，一名叫刘洋的。刘洋他说，当时新能源产业汽车是国家比较鼓励的方向。第二，汽车产业链条是最完整。第三，在周边省份，比如安徽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很多新势力的汽车做得很不错。这里面就要说了安徽、合肥，有很多网友恐怕还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汽车大省已经不是什么广东，也不是什么湖北，更不是东北，现在汽车大省是安徽。我的印象中还有安徽的汽车销量全国排第一，还出口也是的，就是安徽的汽车出口好像也是排第一。得益于安徽省会合肥，它在新能源汽车这块招商引资做得不错，加上芜湖有个奇瑞，合肥的有一堆什么蔚来、什么江淮汽车等等，还有比亚迪。那这个就给很多其他地方国资看到了希望，他们也要学。你搞新能源起来了，我也搞。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反复说过，这就是为什么产能它急剧扩张，产能急剧过剩，而什么主管部门也一点脾气都没有。因为地方政府人家就负责要招商引资人家也搞经济人家也要解决就业人家也要当地也要发展。那现在你说这个时候大家都是赶风口，你肯定是看别的地方什么产业好就搞什么产业你总不能全搞袜子、耳机什么的，那玩意儿不值钱。现在风口是什么？就是新能源汽车。现在不是了，现在人工智能，你搞人工智能我也搞，各个地方都是盲目上马，现在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21年投的这个哪吒，现在就要买单了。哪吒一共赔了180亿，这里面很多都是各地国资的钱。我们接着看这个焦点访谈说的，那就是说江西宜春，那人家也是要学习的别的兄弟省份地区的成功经验。你能搞新能源汽车我也能搞，你给政策我也给政策，你给钱我也给钱，对不对？说宜春过去没有造车的基础，区位上也没有特别的优势，怎么样才能吸引到当时各地争相抢夺的新能源车企呢？也就是说，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个竞争压力很大。你要想让这些知名车企来，人家凭什么到你这来？你这有什么优势？你给什么政策？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恒大汽车。恒大汽车许老板车还没造，先各个地方就圈地。为什么他能圈到地呢？他连车都还没造就能圈到地，因为各个地方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竞争压力很大的。你想吸引这些项目，31个省份，这个下面还有地级市，对吧？都在争取这些项目。那么为了让这个新能源汽车项目能够落地宜春，当地下了大功夫。宜春经开区管委会和合众新能源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示，项目总投资50亿元，大部分都由甲方，也就是宜春经开区管委会负责筹集。你看看，地方政府负责找这50亿，说是招商引资，但大部分钱却由宜春经开区出的。据了解，
宜春市国资委和财政局所属的相关平台公司，这就是城投公司投资近20亿元收购股权，而且土地和厂房也是通过当地国企投资成立的公司来解决，仅这一项就花费了近3亿元。说的通俗一点，地方政府在那儿搭台，在那儿筑巢引凤，把你窝都造好了，把那个哪吒汽车请来。为了让这个新能源汽车项目快速落地宜春，当地股权投资代建厂房，提供10年的租金减免，把这厂房给你用10年，就是5折减免嘛。而且每辆在宜春出售的汽车，政府还奖励2万元，实际上就是补贴，这就是奖励2万。你在当地生产汽车，那增值税在当地的，其他的税虽然有优惠，但是你这税在当地了。那政府为了奖励你，我这相当于把税我都不要了，我能拿到的税，一辆车我给你贴2万，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真正的是给企业零成本了。或者咱们就简单点说，你这个哪吒汽车在宜春当地生产一辆车，交的税给当地政府交的税，或者当地政府能捞到的税，可能大也就2万，现在政府把这2万又返给你了，这是多大的力度啊！这样一来，哪吒汽车快速落了地。但是这些招商政策是否符合经济规律，当地可谓心知肚明。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宜春给出了与风险不匹配的优惠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认为招商引资不给予特殊政策，难以招到大企业。焦点访谈说，据了解，宜春提供的不少优惠条件都属于违反或者变相违反相关政策法规。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急于招商发展地方产业，却忽视了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宜春的工厂只不过是合众新能源公司众多基地中的一个，也就是宜春只是这些叫血本无归的地方政府中的一个。焦点访谈说，实际上通过地方的招商引资，这家企业也就是哪吒汽车，在浙江桐乡、广西南宁都建设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南宁市青秀区的一个工业园是合众新能源公司与广西南宁市政府战略合作的成果。根据合作协议，这个项目计划在南宁建设年产10万辆纯电动乘用车项目，其中大部分都是南宁投入，土地和厂房也由南宁方面出资购买和建设的。广西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穆伟说，整个市场化的方式是24亿元左右，资金来源是平台公司，也就是城投，也是企业化的。我们是通过基金投入合众的母公司。所谓的市场化方式，其实也是南宁国有企业来承担。据了解，这24亿元主要由南宁市政府下属的企业来投资，其中市国资委下属的南宁产投集团公司投资额占比最大，实际上就都是政府的钱，只不过是通过政府什么下面各个平台城投去投的。广西南宁产投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何浩说，我们大概投资16亿元，资金来源一是我们自己的资产盘活，另一个可能去融资，比如我是一个资金组合，可能前期我去借款，但是后面我能通过发债来置换。你看看地方债出现在这儿，这就是我说的化债，你只会越化越多。除了借款和发债，记者了解到，仅在2020年12月，南宁市就给予南宁产投新能源项目补助5.5亿元。虽然国家有政策，但一些地方也有对策，不允许土地优惠，个别地方就用代建厂房来替代；不允许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则变通为基金投资来替代。一些地方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依赖，陷入拼优惠政策的传统招商属性。资料显示，2021年至2023年，合众新能源公司累计净亏损高达183亿元，平均每卖一辆车亏损超8万元。2024年起，哪吒汽车3地生产线停产。2025年下半年，合众新能源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没有重整价值，实际上你有清算价值。你哪吒汽车你怎么破产重整啊？
现在新能源汽车已经人脑子打成狗脑子，内卷这么严重，连比亚迪销量都在下降，你哪吒汽车还拿什么来盘活？实际上只有清算价值，就那些设备生产线看看有没有人要，厂房再改作他用，改变用途，那钱就是打水漂。这个哪吒汽车有人给他算了，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到他最后停产破产，每天说赔1600万。哪吒汽车的事情已经名扬海外，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有一篇报道，叫哪吒汽车创始人成老赖，央视批地方盲目投资新能源。公开资料显示，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为方运舟。这个好像还是我老乡，好像是我记得不太清楚，应该是安徽桐城人，说话口音跟我有点像，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所以说搞新能源汽车的好多都是安徽人，你看蔚来的李斌，还有华为的那个叫余承东，还有谁？很多都是叫什么？比亚迪的他也是安徽人。法定代表人方运舟，注册资本28.4亿元人民币，由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北京华鼎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宜春市金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什么意思？就是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法定代表人方运舟，创始人就是方运舟，还有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叫周勇还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各地的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白手套或者叫什么地方城投国企入股。你入股不是白入的，对不对？不就钱就进来了吗？宜春不就是10几个亿，20多亿，南宁就24亿，这钱就这么进来的。企查查 APP 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曾多次因买卖合同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等被起诉。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及股权冻结信息。对，哪吒汽车创始人方运舟、詹勇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方运舟已被限制高消费数百次。央视报道称，地方政府对这一项目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现在难以追回。报道指，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新能源汽车品牌一度超过300个，这和一些地方盲目投资不无关系。高和、拜腾、博骏等破产重整的新能源汽车融资过程中，都有来自地方国有资本的投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个别地方对招商引资和在经济活动中定位存在偏差。这是联合早报的报道。那么新能源汽车的难，咱们一直在说新能源汽车内卷，新能源汽车现在正处于房地产大概2020年那个样子。去年长城的董事长魏建军不说了吗？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恒大已经出现了。我想这个魏建军说的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经营报他今天报道，他说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 2.9%， 什么意思啊？你说一个行业，一个新兴行业，新能源汽车，当然它是整个的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 2.9%， 已经比房地产那个行业还要低了。我记得房地产行业利润率是 4%、5% 左右，那汽车只有 2.9%， 你就说明竞争到了什么程度。说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是当前汽车行业人士在各大论坛、峰会等公开场合谈及最为频繁的一句话。今年1到2月，汽车行业利润只有 2.9%， 相比此前呈现出较大的下行压力。现阶段整个制造业在利润方面呈现明显的上游挤压下游的情况，上下游之间温差显著。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就是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就2026年论坛上表述，再次直击汽车圈的这一痛点。崔东树提供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2月，有色金属行业利润率 39.4%， 而在2017年这一数字仅为 9%， 石油行业利润率则从 5% 跃升至 30%。如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汽车行业利润率则从2017年的 8% 跌落至2026年就是1月2月的 2.9%。 2.9% 什么意思啊？那简单点说，就是反正比你存银行好不了多少。当然了，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周转率，我们把周转率先忽略不计。那你比你存银行，你现在存银行是 2% 嘛，它是 2.9%。那你说，那我有钱存银行不就完了吗？我还不用操心，对不对？还不用交税，还不什么的，也不用担心赔钱，也不用担心回款，不用担心库存。你就知道这个汽车行业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程度
你说这个哪吒汽车它还能起死回生吗？你对它进行破产重整有什么用呢？这市场就是这样，而且竞争还在加剧。崔东树对中国经营报等媒体表示，汽车行业上为上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下游之间的反差日益明显，中下游尤其是以汽车行业为代表，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目前表现比较艰难。不过他指出，在行业面临增长压力的背景下，今年汽车行业在反内卷上成效突出，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对行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了，我刚才说了，咱们虽然是聊新能源汽车行业，实际上是聊国资对新能源汽车的投资。作为一个市场化经济，我认为本来有投资人投资，这个新能源汽车企业干得好的排第一赚钱，汽车行业整合其他的产能，干得不好的破产重整，这个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市场经济就这样的，大家竞争，你适者生存，你的水平不行，你经营水平不行，你的成本高，你管理水平不行，你没有核心技术，你被淘汰，那是应该的。他经营有方，成本低，人家有核心技术，有门槛，效率高，人家活，人家赚钱，这个就是市场经济，没毛病。但是我们这儿出现什么问题？你就发现本来是新能源汽车是个市场经济，但是它变成它不是市场经济，它既是市场经济，它又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变成一个怪胎。它这个怪胎怎么导致呢？就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入股，就地方政府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把你吸引了，你到我这生产，到我这办企业，不是这样子了。地方政府是拿着真金白银入股投资，这一下就麻烦了。你想以哪吒汽车为例吧，他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政府合资，去那个地方又跟另外一个地方政府合资，实际上本来把市场经济中这个由市场主体承担的风险让地方政府承担了，这当然了，这是地方政府主动承担的，是你招商引资你要入股的，这问题在这儿。那现在好了，在大浪淘沙的时候，对吧？如果你入股了比亚迪，你入股了甚至蔚来，那现在的日子还有得过。但是你偏偏入股了哪吒汽车，咱们有300多个品牌，你想入比亚迪你也入不了，比亚迪也不让你入了。那地方政府为了引资怎么办？为了他也要参与新能源汽车这个风口，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有人你就选中了哪吒汽车，你就最后打水漂，你的投资没了，清零。你看本来这个投资是有风险投资的，有专业的机构，市场上有大量的专业机构，什么专门投资的 A 轮 B 轮 C 轮股权投资的，应该有这种市场机构他们来投资，结果地方政府跑来投，地方政府一投就把这个本来是个市场化的东西变成一个没办法市场化。它的后遗症是什么？后遗症就是你发现很多新能源汽车品牌实际上它已经按理来说它应该出清也很正常，这产能就没了，对不对？这是良性循环，你适者生存，你干不下去你就关门，产能就没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产能这么高呢？去不了，就是因为很多已经爆雷的车企它死而不僵。什么叫死而不僵？就是它本来应该关门了，但是它不关门。为什么不关门呢？是地方政府还救它。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救它？就是地方政府已经投了钱在里面，它不可能坐视它关门。你要真关门了，那地方政府投的钱就真的打水漂。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挽留它。那他就要么是自己接着掏钱，要么就是拉郎配，找那些有实力的车企你来重组，这就是破产重整了。为什么？就是地方政府他干预，他这个钱不能打水漂。如果破产重整了，这个厂起死回生，至于他生产是哪吒还是生产比亚迪不管，只要他能赚起来，那给当地又是带来就业，又是税收，大家能理解吗？这就是我以前说的什么主管部门，比如工信部说要汽车压产能，淘汰这个落后产能，我说这个主意都是挺好的，但是你落实不了。为什么落实不了？那你说你能说我这是落后产能吗？你要压我这个产能吗？你压我这产能，我怎么解决就业啊？我这 GDP 5%，我怎么做得到？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这地方政府的考核 KPI， 你不让我生产新能源，你又不让我搞光伏，你又不让我搞人工智能，那好了，那我搞什么？那我 GDP 怎么到5%？我这么多人就业，我怎么解决？所以你看，所以主管部门他根本就没办法，所以所谓的反内转，什么压产能、去产能，都变成一个口号。所以这些本来该破产清算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品牌，它又死而复生，
这些产能根本就淘汰不了，这产能它必须还生产，政府补贴都要让它生产。你们能卷，我也能卷，你合肥能搞，我也能搞，为什么我不能搞？所以你看，天津滨海新区就把恒大叫去了，结果恒大汽车生产线还没有贯通，恒大就爆雷了。恒大一爆雷怎么办？人家在那规划一年是多少万辆的汽车的，恒驰嘛，大家还有印象吗？恒驰汽车啊，最贵的汽车，一辆车背的成本是1个亿，它一共好像就卖了1000台。恒大已经爆雷了，但是天津滨海新区人家把它恒大汽车引进去了，在那儿不上不下的，生产线也没打通，但是钱没了。但是那个时候2021年、22年，那是新能源汽车正是火的时候，各个地方都在抢项目。刚才宜春、南宁跟哪吒汽车签协议就是2021年、22年，所以说那个时候都火啊。那你说地方政府他能眼睁睁的看着恒大、恒驰汽车爆了吗？肯定不行。所以地方政府就玩命的使尽了吃奶的力，拉郎配，要么自己掏钱，要么拿自己的信誉背书，让人供应商赶紧进来，把这生产线开通，把这恒驰5推出来，让它卖起来。所以那个地方政府就玩命的啊，往里砸钱，投入资源。你人他能半途而废吗？肯定不甘心，所以他加大投入。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他投的越多，亏的越多，就像低保老人一样的。所以你看，恒大汽车天津工厂关门，他一共就生产了1000辆，你说投入多少钱？他现在连破产重整都不行，只能清算，钱全部打水漂。地方政府在那上面投入全部清零。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本来这个新能源汽车应该是由市场化的，有这些专业的机构他们去投资的，他们去募集资金，他们觉得这个项目好，他投资，他来承担风险，赔了是这些投资机构，你们后面的投资人赔，市场化的。但是现在变成什么？赔，对吧？投资人也赔了一点，但是更多的是政府赔的。这政府的钱是谁的？大头就是我们的，没经过我们同意把钱赔了，这就是宰卖爷田不心疼。你看，这就是本来有这个市场化，有这个投资人来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收益，结果把它变成了全体老百姓承担的风险，没有隔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GDP 增速这么快，第2大经济体，宏观经济非常好，但是微观非常差，大家个人体验越来越累的，内耗、焦虑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就在这儿，大量的钱就这么浪费了。我们每个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风险。本来这些钱是可以用来改善农民的退休金，一个月给你多发100块。你想想，一个宜春才多少人？这4线城市对不对？一下几十个亿就没了。你这几十亿要给宜春的农民，对吧？60岁以上的农民一个人多发100，那轻轻松松。你要解决宜春的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教育，但是他在哪吒汽车上赔掉了，你觉得他能回来吗？南宁24亿，我记得广西呢更惨，广西有个柳州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南宁也这样。这就说了，这个地方政府它的投资本来把市场的功能变成政府的功能，我觉得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那不光是新能源汽车，政府投资这一块什么火投什么。前几年新能源汽车火，所以投一窝蜂的投新能源汽车。现在是什么？人工智能火，一窝蜂的投人工智能。我记得有一阵子是芯片火嘛，地方政府集中投芯片，结果都是上当受骗，钱花了不少，优惠政策、税收给出去不少，最后都是被骗。芯片这一块，造新能源汽车，现在什么？现在是人工智能，对吧？算力，地方政府又投。你看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资料，大家还记得吧？格力，一说格力，咱们就想起董明珠。格力本来它是珠海国资委是大股东，珠海国资委下面通过一个公司控制格力，但是在2019年这个高瓴资本参与格力的混改。什么叫混改啊？混改就是格力本来是珠海国资委是大股东，人家把大股东不要了，把股份卖掉套现。他这一笔非常棒。2019年珠海格力集团将格力电器15%的股份转让，也把大股东的身份让出来了。这15%的股份卖了多少钱呢？416亿。你现在看，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合算的买卖，对国资委来说。因为现在你格力15%的股份好像现在缩水只有一半了，也就是国资委卖在最高点，卖了416亿。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混改案例之一。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教科书式的国资市场化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国资
从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这个是对的。这个就那个地方国资入主哪吒汽车，这个正好反过来，国资退出，退出是符合市场化的，没毛病。市场化就是国有资本从这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退出的，你让市场化资本，让这民营资本，让投资人自己去玩，他们自负盈亏。国资只在那些没人问津的这个领域，人家不愿意投的领域，你国资进去没有办法承担社会功能呢，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好，实际上珠海国资委都做得不错，结果416亿到手之后，现在短短的说7年时间，这416亿已经造的差不多了。地方国资委拿到这416亿进账以后，就开始在资本市场密集出手。省有了钱，有钱怎么办？他得要业绩，他也要增值，他也要 GDP。所以2020年和2021年2年间，接连入主10家上市公司：宝盈股份、世联行、欧比特、秀强股份、建益集团、建筑装饰、房产中介、卫星玻璃，就是各行各业都出手，而且很多跟珠海本地产业几乎毫无关联，拿着416亿去炒股去了。因为他一进哪个上市公司就有年报记得披露的，因为他钱多，他一买的就买了多少，成了大股东或者成了2股东、3股东，反正那年报一披露你就能看到，所以这玩意你也做不了假。有人统计了，截止到目前，珠海国资控股18家上市公司，这18家上市公司9家盈利，9家亏损，合计净亏损22亿元。不是说他416亿亏22亿，是说这个公司根本就不盈利。这个416亿就类似于深圳国资委让深圳地铁入主万科一样，你虽然是拿了几百亿，拿了他的股权，但是你后面为了救他，大量的往里扔钱，就被严重套住。而这个珠海国资委18家上市公司，至少有9家被套住，后面要多少钱扔进去不知道，为了填这窟窿，要么你就止损出局，你也出不来。为什么？他股份多，他要出来那就是血亏。就像深圳地铁，你现在从万科出来，你是18块入股的，现在人家只有3块了，你怎么出啊？一个道理，也就是珠海国资委人家从格力上套的钱，现在已经亏的差不多已经被严重套牢。那这么一说，当初还不如不出这个格力，你就一直拿着到现在。格力虽然股价跌了一半，但是好歹这个资质还可以。那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这种对国资的管理出了问题，无论它是退出市场还是进入市场，它的管理有问题。宜春地方政府入主哪吒汽车，珠海国资委退出格力电器，这都有问题，也就是说明对大头的钱的管理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管不好不如把这钱分了，你这钱给韭菜，韭菜自己知道怎么花，让韭菜自己花，韭菜对自己的钱负责任。大头手上赚了太多的钱，花起来不心疼，没人对这个负责任，赚了就赚了。你不能光看到合肥投了几个项目赚了钱，就以为都能赚是吗？但是赔的更多。你看其他的地方赔的更多，就这么一个地方，它是误打误撞或者怎么着的，赶上风口了，它成了。但是你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所以说各个地方政府对大头的钱挥霍无度，无论是进还是出都是没有制约，盈利不盈利全看运气。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大家想一想，那你说地方政府冤不冤？他当然也冤，因为他也要搞 GDP， 他也要就业率，他也要那统计报表字好看，那他能怎么办？在现有的这种制度下，他只能招商引资，只能忽悠，他竞争压力大得很。所以你看地方政府这人也不好干，你躺平，我什么都不干也不行，那你 GDP 就得造假，否则你达不到5怎么办？你什么都不干，那公务员工资怎么发？奖金怎么发？所以他只能这么干，最后什么？产能无序扩张。你能搞新能源汽车，我也能搞；你能搞算力，那我也搞算力呗。反正什么火搞什么，大家都拼，一窝蜂的上，这个就形成内卷。上面说我们要不准打价格战，我们不准这个内卷，我们要有序的去产能，落后产能淘汰。那人家我的钱投下去了，你让我淘汰，那谁为这个负责任？所以你看这环环相扣，无解。他这个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是各个州我是老大，我说了算，我们自己负责，是这样的。那每个州有每个州自己的法律，每个州他怎么发展，他每个州自己的事情，你特朗普也管不着，特朗普你离远一点。当然归根结底，人州他也没钱，
他也不投资，都是靠个人投资，你个人自负盈亏。归根结底所以说还是要抑制大头，让这些韭菜手中有钱，让韭菜自己决定，否则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否则像哪吒汽车这样的地方政府赔钱，这是必然现象，而且会愈演愈烈。这恐怕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为什么宏观数据非常亮眼，但是微观感受越来越难，这些都是原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